啱啱喺我公司咧，阿贊叔師傅同我哋講解咗咩呢一張天空之印，其實係集合咗佢所有嘅經文喺度。咁我用一個簡單啲嘅方法，大家都會聽得明嘅。例如經文裏邊有分 A、B、C、D、E， 每一個經文一定要順序 B 響 A 上邊 ，C 響 B 後邊 ，D 響 C 上邊咁樣一路一層一層一層咁樣冚上去。而最重要嘅係每一個經文一定要自己可以運轉同埋使用得到，可以幫助得到人嘅運氣。佢話並唔係無端端將兩個唔同嘅經文寫咗上去，跟住將佢溝埋一齊之後就攞去出，並唔係咁樣。佢話做個比喻，好似大貨櫃車咁樣，有10個轆。前邊嗰兩個轆如果行，後邊8個轆一定要跟住行。如果後邊嗰兩個轆向後褪嘅話，前面8個轆一定要向後褪，係要全部一齊行嘅，並唔係喺中間少咗任何一個轆，架車其實都係行唔到。佢話佢學習呢一套法術已經用咗好長嘅時間同埋實驗，直至到成功真係用得到去幫得到人咧，可能超過係以每一個10年咁樣去計。呢一個咧係阿贊叔師傅其中之一款最出名嘅符印，叫做天空之印，泰文咧叫做咩？而師傅亦都有講到，佢今年嘅8月8號出嘅自身牌上面有11個單字嘅經文。佢話呢11個字裏邊，就算哪怕差1個字好都唔得，一定要齊晒11個字咧，佢嘅經文裏邊先至可以發揮到綜合嘅作用，去幫得到人。如果你哋都係阿贊叔嘅徒弟或者係速粉的話，而你仲未有呢一張符印咧，你哋要盡快去揾啦。咁可以擺喺屋企門口啊，擺喺壇度啊，擺喺電話後邊啦，擺喺屋企啊，擺喺好多嘅地方，佢可以令到你嘅運氣更加好，超越其他人揾到錢，或者你求嘅願望都可以願望成真。